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仔日处理行政院防冻结的预算，行政院秘书长景明显表示讲，抬调大量的预算还因真歹做代志，就算是骨力的省水电钱，嘛是经袂落去。不过，真侪在野党的立委就翻头来批评行政院抬调地方的补助款是霸凌的行为，佮呛讲绝对袂予预算改动。你们这是违法乱纪！我今天绝对会再继续冻结你们的预算。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一笔排审行政院预算改动案，处理包含114年度冻结预算5亿，加冻结业务费预算70.6项。不过，行政院秘书长江明显才多上台，就先予立法高金素梅质疑政府过度亲美，有损台湾利益。你说台美合作可以促成美国再次的伟大，这句话我认为不仅仅是失言，更是严重的国格矮化。因为台美合作不仅会美国再次伟大，也会帮助台湾壮大。美国加征关税，我们没有得到减免，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的保障或军事的承诺。事实数据证明，从2016年开始，台美之间的合作非常的好，台湾的经济也创了历史上非常高的很好的成绩出来。闭嘴！在野党立委轮番炮轰，各部门行政院就安尼删除地方一般性补助款，不过行政院被冻结的70%业务费，爱执行达到30%，才影响立法院申请改动，也予江明心无奈表示，已经严重影响业务的推动。我们大概到5月底就会达到30%。对，我知影，很期待未来要安怎，若无过，想要安怎处理，这才是重要的，烦恼的。对。至少是不是给我们部分的解冻？因啊拢无爱咧，你要安怎？敢会做啊？该扣棍，领薪水，坐伫遐啉茶，安尼尔。行政院所有的施政一定是依法行政，所以当大院通过了3读预算的时候，我们这第一时间就表达说会有窒碍难行之处，尤其这个636亿，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大额的要自行删减。我们中央部会呢？自己的吃喝玩乐的，就是没有去删，就是偏偏就是要去删人民需要的地方。行政院的业务费被你们删减的非常之多。民众党认为行政院对地方财政霸凌，强调未同意通过预算改动案。民进党是呼吁在野将心比心，支持改动，佮表示中央预算、地方预算拢是照顾人民。公视新闻台北报道。